众朋友大家好，非常收看今晡日福气来嚟嘅节目。哇，今晡日嘅节目咧，同大家嚟练下叉，念下客家嘅通绕。所以今日嘅裏邊咧，伊講佢係一個四年，冇唔錯，佢啊係伊講佢係一個創作者藝術家，冇唔錯，佢啊係馬莎咧，嘅嚟分享今日裏邊黎春壯先生分享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係黎春壯。當歡迎來兩位同大家打嘴鼓。嘿，哇！你見每六人嘅獻唱吼，氣氛非常嘅好，心情也變到動好。用英講咧，比如講獻唱嘅前面咧有一杯茶，非常嘅香。等下你買個茶，等下來講。哦，你嘅前面有一杯茶，唔但係有一杯茶，還有兩隻茶壺。同埋特別咁講咧，因為你前面兩杯茶係線上帶來嘅，兩隻茶壺又係線上帶來嘅，全部都係線上做嘅。唔但係咁樣哦，等下攞大家嚟學嘅娘繞，先嚟講一下。娘繞咧是線上出嘅書，我喺訪問線上之前，看到呢一本書也是有一些合到，用英講動台本、動盤，大家可以看嘅世界第五度嘅娘繞嘅事，有非常嘅多，然後易衝哦，不過咧。念着念着，念啊念啊會沉迷嘅，會嚇到嘅。念去修是叫娘兩修，娘兩修就娘上修。好，開始咗娘繞之前，先嚟講下，你會好好嚟紹介下呢一杯茶，嗱你嘅茶壺冇？咁講啦，你一茶講係特別，因為杜王一開始做茶壺嘅，咁度賣到隻山條，咁啲樣嘅山好。後尾講一創一做茶壺咧，種茶好咧。問題我又沒茶農啦，總係走想法是走隻自然野放茶。現在幾60歲啊，所以在朱天一老師講係爛式茶，要唔係講爛式呀？就問你唔係棒草，唔係寫，然後唔係變配嚟的。我自己想法是講，從實在是出農愛嘅，結果發覺報咩生態平衡落去，茶冇少還是開始冇奈何啊！你講做茶動作工序啊，日光萎凋、室內萎凋，你嚟動作工序，不過我是慢慢做茶。做出來他當有唔同，你個20度特別唔時，我講當好啊。問題要擺喺山塘，我發覺喺山塘當到馬告葉，馬告有原住民馬告啊，一開始啱啲嘅馬東。一種嘅香料。啊，老婆同我講，你睇誰講通啊？那啲香料本來好，我講我是雜本機，雜本嘅就係我調公公啊。結果佢同我講，佢入面香料，我說按樣哦，冇我是一摻落去，香料落去，中茶摻落去，佢香料有香茅味道、薄荷味道，當味，所以我就做肉桂野馬茶，是野馬茶，野茶加馬告葉野馬茶。咁講我特別做晒些嘅高香啲味哦，要特別皮到就肉桂芡，肉桂嘅味道。問題我做出來芡是唔嚴嘅，所以我門當到專家，因為我未專家嘛，我是門當到你，結果肯定做唔出來。要不然就3條圖搜啊，熟很多一條肉桂樹。我就肉桂變落去就好啊，結果你一山楂掉落去，梅頭當土貨。所以咧，當中全部嚟講吼，你肉桂野馬茶，你杯茶做啲講起嚟先生自家做嘅茶啦，從我哋自家研究自家開發。非常嘅有意思，佢係茶哦，咁個皮咧，是係講有啲肉桂嘅味是有啲嘢凍好，咁個有啲嘢味是都鹹鹹，連咖啡嘅時間咪用肉桂咖啡，咁個講實在話，真是非常嘅香。我係個甘寧肉桂嘅人，所以我就了是係一杯茶，大類呢一杯茶咧，配合幾個茶壺咧，嗬，好好咧講基本呢個娘繞，你做得挑挑勝另一杯，你係咪做得挑挑勝另一杯？做得，聽聽，動舒服，舒服，你看，舒服，動鬆快，然後動很舒服嘅感覺，所以我哋茶有一種很溫潤。對，我相當於講，真係紅都係水杯，全部前面就係水杯，因為放鬆心情，因為馬告又放鬆心情的感覺。我現在很想要睡覺，你要動上水木咧，動表強心咧，練茶練過就動樹叢，又將從有啲水木咁係咩？意思是講你茶喝起來，我覺得有安定的感覺，有啲安定的感覺。要不然上過中學以後，因為全國高中校長會議，同埋填啲細胞粉。好棒，好，睇你可以老大家嚟講下你一本娘繞，特別定下咧，你好好咧頭嘅去念下，繞韻。客家音、客家法娘繞那個押韻配下去，很有音律，我覺得好好聽，動好聽，而且唔但想喺地度動到，你哋下動到會冇睇個客家法，你講烏克咪變到地度，我打開你佢先，我跳埋我媽媽咪啱講，你下動就冇聽到咧。頭先你講下呢一本書係嘅，或者聲音上去寫。因為開始我上來教小客家法，因為爸爸媽媽就睇到我是變。
跳入表態，這個做家庭主婦。我想人不記問題，我是喺圖書館簽啊，簽上簽啊是個技巧啊，也講秀才郎氣泡嘛，勾連頭，就是個30條題那種用個啥，冇當到情節冇辦法講出來啊，我想啊自己來寫好了。反正緊寫是慢慢寫，寫一開始是冇當會寫當慢，所以我來啲要講學法，講實在基本上基本冇辦法講，冇奈何啊，但是慢慢緊寫，環境問題，因這個就想緊寫，結果到後尾啊，實際上入邊還有新寫，因為兩家驗證，要不然我要學校上課，還看到小朋友啊，這個你叫驗證，你講他用國語回答我12歲。我是第一合法湯姆生，結果聽一擺，我就哎呀，我湯姆生用個啥？在3條圖嘅時候，阿公阿婆圖係有湯姆生咧，有啲很驚訝喲。我講3條圖照你講，應該袂講，結果唔要講。我我早早阿婆未係啊，我伊叫我卡，我看到叫孫子講呢啲寫詞，我講妹妹咪講客家話麼？佢聽那淡語咯，我講，你說什麼？我就馬上國語講，說你不是有學母語客家話嗎？有啊，我考95分啊。我講客家話3加10叫湯姆生落去啊！我講實在是冇環境啊。雖然講學校呢有教育啊，一禮拜一堂講，我實在唔難。而且啊，母語冇辦法教落去啊，你還把學校呢上海世界只有數學、國語、英文裡頭，佢還難冇時間去讀那啲東西。所以我是講，本來是想你啲數學可以做出來，變咗 vocab 來本太概念。所以我兩本書底本是有一些 QR code 問題，後邊慢慢解釋一下。我所以就開始寫目的，整一本希望本自家來念，所以見寫見到落去，慢慢咪後邊寫見順落去，是寫下到。有第一本書底本就8個條。係啊，我看喺呢堂來信上吼，大嘴鼓講到你啊，是不是咯？哇，都有畫面，都有故事，大家看到個相片，咪有個挑白個錄相片，所以書底部嘛就挑白個錄相片。大家講到按到，一定係想你念書。好啊，好冇？我大家講兩三年講下，用到底係用英，誒，特別到大家嘅分享吼，你一想念然後係你嘅第一首嘅作品，做啲咁講，好，所以你用自然腔，好好啦，大家嚟讀一下，好冇？你鄉親朋友吼，你下你講實講，哦，你好好嚟感受一下，到底你個客家嘅念，然後念起來係唔用英嘅感覺，我相信大家聽落去當效，冇你是來開始哦，我看得到嗬，配落配得起來，做冇？配得起，自家寫。好，你是來好冇？3、2、1。抬頭角，吉利角落，頭那講是搶波上，頭那然是搶鋪上。頭那漸是搶揭落，行起路來是錯，食起飯來從主接受，人講機啊昂索索，忙地喊為口刀太學。誒，你話到線上思維，唔係思維，所以其實念寫其實自然腔，河流腔都做得念。做念，要擺讀到河流，你講，以自然腔。轉過來，講學你講轉過來，我同埋念時間，因為我哋入邊出書要係擺先時間，係擺入出去，因為我兩種都未講啦。結果都就學流腔嘅嘢，佢冇辦法念學流腔，我是念唔起。其實關係係學流腔要感到自然腔，所以我關係係自然腔係一樣啦，冇難啦。所以我哋就阿頭哥佢用學流長山歌，咩長家客家流行歌曲。口水。同埋，所以我關係兩種用轉啦。你一念學流，其實我書底部同埋用相似人。喺頭角，佢哋角落，頭那講是搶無雙，頭那人是搶菩薩，哦，三樣冇同樣。完畢了，是不是啊？沒有，我從時間冇玩到，這樣時間同到後尾。唔會，聽起來很有意思，都有意思。大家要發現嘛？你看，談起到一個時間，我相信看天時嘅鄉親們天頭白有講過，凍到時你可能頭白有談過，你一下凍少容嘅，因為時代緊變嘛，哈。你看像你有講到揭落，揭落咪唔記得咧，注接受咪唔記得咧。揭落就是那個陀螺，然後注接受就是我知道。等一下，注腳手貪吃是就是。其實有兩種意思，一種是你講法是，其實注腳手是打斷音，一種是你當塞啊。係，冇錯嘛。東西忙了都是做一場。係啊，所以我是起盤來是從注腳手，你看係咩都有意思，係咩都想見習過翻其他小人嘢，因為你做得要畫面、要感覺、要押韻，錯冇？我講到兩篇，我是咪知道哇？大家要發現我當到客家事。你一搭條有關嘅，我聽他講係是唱武術嘛，係啊，聽他人係唱唔係嘅鋪上，冇是唱太薄，
聽那尖啲是上有嗎？其實佢他媽有練到。揭落，所以了到客家時，其實有搶當到嘅朋友來聽受，錯冇？你輕易寫變客家時啊，因為我冇上過客家課，所以我冇念唔會寫。呢段時間唔曉寫，所以要真有上過課會那個正音班，要去同我改到客家時裡頭。羅馬片裡頭都蠻叫同我寫，我這家冇奈何，沒達不是十項全能的。沒有，已經鐵掌掉嘞。其實講到咧，大家就會說哇，關係真的是地靈人傑哦，地靈人傑。因為佢兩本書都係按樣慢性，有當到關係嘅朋友強下，起重強下，然後兩東西來慢性，寫係你寫啦，有冇信上都該有信上，然後係冇是為做啲就大家嘅講咧係美編，大家嘅講咧冇強咯，不過大家都係關係，因為信上係關係你嘛，所以等於是關係嘅人起重強下，到兩本書來慢性，非常該有意思。是的 MD 哦，我哋後來什麼？還有乜嘅故事？大家先聊下，你等下就再嚟講。東方藝術的繞牆道來尊重線上呢度節目地圖啦，大家都分享哇，你經驗下來累積下來寫個念繞吼，非常嘅有意思。所以節目談一年很有氣氛，吼就會像幾本書擺落一條一條念起來。你剛才有講到嘛，講當到關係人強下，一開始是講啥？和睦嘅世界集結其中，然後到個客家關係人強下來做什麼？因為一開始寫這個我寫，問題那邊客家史，我們有美編，有的有留任啊，有的還有做影像裡頭嘅。結果做咩書啊？本書局出版啊，結果出版嚟頭家都加總編都嘛客家人。哦。咁啊，記得大推筆，呢個大影傳總編，佢唐山書記是台大嘅編上嘛，加主編咪客家人。係啊，其實真是客家人，其實你下度推版你你下個統計然後定義，其實就推版53地都是有一個係客家人，所以我講到其實客家人非常嘅多。講到呢一篇咧，先生有講到，佢家講到翻譯、出書、美編、錄影，講到我其實地唔到做啲談到，咁你是先從談到來先生講，係講以前先啲人用啲樣，老實講啊，係講我係學客家話，我有看到事，你下頭要偏見冇唔錯，我冇聽錯話呢，我沒有談到但用啲樣錯麼，所以我看到佢非常嘅有意思，佢呢一篇叫做 QR code， 好。你知道用 QR code，QR code， 你手機是掃落去是最燙。你馬上讓你聽手聽講係來嘅攏做嘅。你講黏粉啊，對。我本來搶在錄音室同我留任啊，問題因為後尾會做啲做嘅事業，出嚟事業冇當場。我書做後來就開始留任，出嚟讓年的錄音室而盛強，我陪佢加實踐裡頭，喺錄音室裡頭都冇陪咯。我講哪有實踐咯？費用就當貴啊，係嘛？錄音室嘅費用貴啊。到我來去研究所畢業，同吃飯時我都講我拄到兩問題，你用個啥？其實說啊，很簡單，我哋處理就好咧，係嘛？啊，種冇兩隻書，冇兩錄音，冇兩 QR code，兩本書調垃圾桶去啊，因為太個就。因為大家未知道講傳統就意思，除非你講你係信上，你係特別咧重眼嘅。不過一般人基本上係談到用你就啲其他人係從唔從，所以來是讓你聽書，以下是解決。我聽書係啊，我們嗰時親家地方去買到加拉佛。哦，兩隻點點地方直接跳就跳兩隻無縫接軌。但係要發動到錢冇？你賣加拉佛要發動到錢？佢出錢啦，我費用反正手本機啊，佢留任就算錢啦，因為我一開始是搶在錄音室留任，改到錢都冇手本機嘅，我是他媽光幫我來嘅，係同我亮薪水啊，按照那開台機啊，就幾多是幾多本機啊，重點讓個人係你本，唔係我本人嘅，冇係乜嘢。到未來時節，你講學會踏落是引導落嚟嘢，所以冇辦法教，八個天又唔教。因為我要彈啦，我彈嘅時確實係來先生嘅上癮，咁講我冇白跳度彈，所以你一定讀書一年上遍。你跳3遍，因為冇強嘅情景。像這篇就係戲劇性嘅研發，冇講學法是點，應講咁樣是當枯燥無味，聽一遍是正音研發，本音也係長啲的。第3遍哦。
因為客家話冇自家講出來講實在唔會驗，所以我第三遍驗日記，是要聽你驗日記。哦。有人有辦法再打開來，冇客家話講實在燙啊燙，從下來未會燙啊，因為我寫當慢，所以佢通常會講燙客家話。問題佢通常啲位冇講客家話落去哦，講客家話機會冇多，所以佢自家驗，有辦法通過人打開來。咁講下驗大家人，山在劇，水在寫，花在捏，空在切，沙鼓在笛，人在叻，配中用日地過日地，小包包是得國家記，通常壓人嘅人。但是你冇中成驗冇睇落去哦，你燙到通常就唔啥啥，唔知講乜東西。哦，對，該下身上。突然間，兩個個前面記，其實冇談清楚。後面嘛主要是地講地，是體一條。是體咱小包包是得國家記，你喺度從一路就配啊，燙係是點解講嘛？你冇而家係當當交係啦，當有冇啲落下坡叫燙下當，因為通常咪講呢啲東西。咁個好啲，我家下要談到頭，要上到時尚，咁個3年後咧，我所以小介一條念繞我自家持到當有意思，佢名啊同葉公公，大家係咩想講？葉公公。大家咯，嘿，馬上大家就會講，我要談過，葉公公小菜窿，起拍馬過連通，排泄係，你係先介重組，先來搶大家啦，你兩一邊，你做啲兩喜人，叫冇問題。好，你哇，這個真的太有意思，挺有意思咧。我哋本時同一樣。好，你做啲先兩本大家來談一下，你就可以講兩條兩繞嘅故事。好，葉公公是做岩講，路頭鹹菜來做湯，一碗飯兩碗湯，食到長度是前面長。葉公公作比湯，做條理嘛來煮湯，一碗酒是兩碗湯，食到最是菜邊講。葉公公是前夫湯，端節七八來溫湯，蒲孔牛做配湯，食到飽飽是水田講。葉公公是前同講，拿到卡巴來做竹講，破兩殺做林強，叮叮咚咚是變玲瓏啊，變玲瓏。哇！我剛下同你講緊乜嘅？端節七八來溫湯，蒲孔牛做配湯。好，都市藥了哈。有兩都市藥，所以好來食東西。七八最好食的嘛，安迪啊，睇間教是就得提條粉田。我不說牛文水，七八聽嘅兩種嘅東西，一種是係你客家最傳統嘅，你講結婚嘛嘅，一開始人客攞嘅時間本身是甜，是七八有冇當甜點，有冇切？比如講一家燉七八，一家煎一地問，提條粉撈湯，那聽一種是比如姜麻水，仲係牛文水，六湯雞啊，我關係講六湯雞，用嘅三個最好食係是用配湯嘅，狂肉。溫和係狂用梅啫喎，同佢七八搭用下。我初本係上去上課啫喎，當場要，睇白煙又講食太地，實際上唔要啦。因為個七八做香嘅係咯，而且唔係香板人係用到狂肉湯。係狂肉湯底位，所以個鋪狂肉啫喎，狂肉太大咗個梅啊，要話調咗梅裡都變落去，佢叫佢樣是擺個當特別的倉鼠樣，又食到啲東西。我必須要承認，我真係形容，我真係眼淚都快冇準備流下來。我前時有試過，頭擺我妹出嚟時就講要按個記符，因為凍少要按個記符，因為睇法。都已經攞嚟時間啫喎。哦，對錯。狂用啫喎，本身食，我哋關係講食太地啦，煮骨條煮切下來個5,000用裡頭，揾當台鑊啊。當台北是當香啊，下輩嘅梅，唔係要啊，下輩嘅中用梅，佢講嘅頭椒梅裡頭撈起來，煎下來皮嘅最頂光嘅，佢正經最頂光嘅，當上已經食到。大家要同佢講客家話冇最頂光，我從來唔是講最頂光，而且我哋邊客家嗬，我讀兩邊我要看到徛，唔講徛埋徛，那都要徛把，徛做徛把。攞大家嚟講，因為我係去咗強，徛把，我係掃把麼？乜解啊？係掃屋嘅。係掃屋嘅徛把，冇是做茶裡頭要做徛，那都徛把做茶裡頭。你講像呢陣時我是冇買過嘅。唔記得咧，冇買機會講到呢。你講掃把咩？
我記得手把手把會用手提那本地你講嘅係做嘅，一條條做，跳白，怎麼辦？用個三個倆起，我倆起都活在現在當代，而且有多麼意思。我突然很懷念農村嘅沙肥。大家地模就是嗰種嘅手把係做嘅，它都會重新做修有嗎？是那個竹茶裡頭做啲一把。然後手該樹葉、手樹啊，嗰種嗰種徛把。係咩基本嘅好事動到，係咩詞都動有意思。哦，我覺得有時候真係跟你老來信上講，我每詞都有如沐春風嘅感覺。有啊，動豆豉有啊，其實客家話都蠻嚴重。香蕉一根怎麼講？啊？香蕉。等下，你講香蕉，等下，香蕉一根。等下，你唔係我問題從我講嘅時候唔錯。唔講啊，好，那一串呢？還有樹上吊着那一大串呢，客家話都有。一串啊？唔係一串，唔係一串。冇講嘛？冇計啊？一串。一薑啊？啊，錯啊！一薑。一平常買嘅，按到一套啊，跟吃那一根咯嘛。一根哦。一條。唔係一條。好，嚟，那條薑蕉類，你冇用講？一夾薑蕉，一夾。一夾嘛？一夾薑蕉。你冇亂講啊！整件啊，一夾薑蕉，一套薑蕉，一薑蕉啊！哦，你講用眼理智啊，一破，咩一把，一破挨破，一破挨破。唔記得會講一把，一破挨破，一破。好，鄉親朋友，問一下，大家講嘅錯唔錯？你要福爾來呢個面數，其他講。薑蕉係一薑嘛，然後一根的一根是一夾嘛。我上班伊沒有人種，都係中東正舊，中東嘅人種強啊大嘴股。結果佢喺醫院是講一根香蕉一記啊嘛，一挑。結果佢講唔係一夾，佢講唔想是讀中東正人種之間呢，佢講冇，佢講係攞一夾薑蕉，所以我唔會便宜啦。你人種咩？人種幾嘢難種嘢啊？好珍貴哦，繼續當珍貴嘅。只要啲冇當到老死老法嚟嘅。啊，跟薑蕉嗰種東西，做啲咪小到樹地度冇。有嘛好。我是希望咧，但我用是冇窮種啊。你講一榨菜嚇，一破用眼理智，一夾薑蕉，一套，而家通常是下。你啲嗌你在上乜干嘛？上乜？你哋在上。都喺上海有物嘅東西做啲口音講，你想出來，你上海考個東南嘅，你講，那你知道蚯蚓怎麼講嗎？當地啊，鹹公母子。那蜻蜓怎麼講？有妹妹嚟的啊，上次講有妹妹。哦。你都反正考驗是上次講有。你看我好壞，還沒當反正就去考線上，想要將考倒你考嘛。我初邊上過，從阿哥講，一講六環，佢講六咪啦，六環，你點解釋啊？拖腳，很久日常都輪埋嘅，你啊，你平常你咁樣。你輪環係拖腳。係啊，拖腳啊。你現在講輪埋嘅，那性別有關冇？佢咪講有各種講法，我講輪環，佢仲係講係要再講，我講我聽埋冇聽過。你講乜嘅？你咪講輪環咧？等下，鄉親朋友，你有聽過輪環？還有其他嘅樣法，你講個後就能講，其他嘅樣法係唔計，先聊下。上段節目係咩講到律環？好，來先生講，還有人係一種嘅講法，講過係是接嚟啦去討論，一啲讀節目啲讀結聽，每老大家講，係講你一啲乜嘅答案，你去到一啲嘅面數寫起來，一啲咪讀一啲嘅面數咧公譜到底。來先生講嘅聽一種嘅講法係乜嘅？做得嗎？做得。哇，好刺激啊！哈，是安用運動刺激哈。好，聽下來咧，其實有非常多嘅這個兩繞嘅東西，做啲睇咧分享故事啦、創作嘅歌唱啦。不過之前先來問一下一啲其他一啲福氣類咧，特別都會有嘅單元，因為像講台北，你特別係講係都冇強種嘅地方去接受廣東嘅世界都係講安樣嘅事情。不過大家可能唔係冇當了解呢個人嘅一面哈。當簡單嘅題目咧問一下哈。唐公你都好，做馬拉松係冇？要嚟要做幾擺啦。你挑戰過9公里？冇計啊！最多公里，你做的你最高的記錄是幾公里？挑戰。
挑战哦，我是走马拉松全马42公里啊。所以你有完成？有，我3天没走过啊，3天马拉松、爬山，还有去卡达车。马拉松都冇简单呢。腳最近還會擺下擺，所以我基本上驗咗成日擺下擺嘅事情啦。切頭頓下頓擺下擺，因為通常爬山你也咪會頓。所以你嘅意思，你走天是只是腳會痛啊，切頭會痛，你按衝啊，72公里就42公里。好，就講問咯。問一下，你會煮菜嗎？唔係，你會煮菜嗎？我做家庭主婦做20好，咁你最愛嘅拿手菜係乜嘢？最愛拿手菜哦。苦蚌肉。幾點賣啊？我蚌肉通我賣冇賣。你知道你煮嘅最好先，你很有自信。我唔知做哪種啊？搭張菜度，就你講家常菜都會做。炒玻璃菜啊？炒玻璃菜冇啦，我會做咖喱嘅。我要擺我來意我食咖喱飯，日本。客家菜啦，客家菜啦。有啊，梅乾扣肉裏頭啊，苦蚌肉裏頭啊，有啊，梅乾扣肉凍難呢。還有做媽裏頭啊。哇，你也會做做媽？做媽會辦嘅東西，要擺羅家書院盤做盤是叫做客家菜，大家應該介紹啊。擺單用辦做，做媽用辦做，雞用辦做啊。佢同埋很愛意食，還有客家小炒用辦做，客家鳳用辦做，都少有啦，有。無兩問題，全部大家都了解。其實來線上唔但講要蝦絲黏繞吼，還會做了掉。問一下哦，係講你還有去環島。假如啦吼，如果你袂帶哪3種嘅東西係你聽錯會帶嘅？我袂帶啊，我環島會帶東西啊。3種，上次做你講3種。10 kg 帶啊，冇那你們食係啊，叉幾年？叉，你看叉係冇？叉幾年會帶？你看千叉，係咋個咧？上次我會帶，我是稍微帶帳篷哦。我特別途上嘅時候，環島是去帶帳篷啊。環島慢慢去練習。好，你看，第一你基本去解解門，你看係咩做？因為解題目做對了解，基本用解生法。大家睇埋可能問我，哇，你要去環島、環島嘅時就帶埋東西，你看是做你了解，你看幾動。我用日本去是講嘢啦。沒，我意思係講。從環島去這樣。我也不鄉親朋友在了解，你看，你到從按用解問題做你了解，你冇用解面向啦。你講佢咪講大叉，要當講大手機啊，你講佢講叫大叉，靠近叉對伊來講是一件動錯嘅事情嘛，吼。你講到倆對不對？其實你倆還有讓你客家高手，子軒又合作。有擺多關係的，太高手勢啦。那個有高手幫我寫嘛，幫我是調。托嘅兩條個不一樣，既然當厲害，下就當有輕快感的感覺，特別隨世界那個輕快的一種旋律出來，快樂人生，然後寫兩條歌詞本身跟他調到一條，所以，做嚟到歌手們有加特別提倡的地方。當然，而且冇強解。方式來宣傳，對，宣傳。從網看，塗料係一種嘛，歌手嘅優點就係講佢創出來，當你好彈歌曲嘅，你其實咪彈到，彈嘅時也是做得有認識，所以講按用冇強嘅方式來認識，係冇動手咪用動主動。漢人這個看兩本書啊，係基本講哇，基本嘅當去賣書來傳哦，除非你特別係欣賞，你特別有學習嘅興趣，所以講你一時候大家強下來。傳承嘅你客家文化嘅一種冇強嘅載體嘛，錯冇？好，你係撈子軒合作嘅歌唱，你第二都有一條嘅念繞嘅貼片，撈大家咧分享嘅吼，是喺你講撈爸爸媽媽有關係，你當到挑啦，唔過是前頭就挑出來啦。好，你條是貼片啦，因為你條好衝，你條你做啲分享一下，做埋俾有你條撈爸爸媽媽嘅4年爸爸媽媽有關。對，開始是你一天慢慢老咧，硬是會變嘛。變嚟些特別嘛，喺我肌骨裡、肌腳裡頭用牙齒靠係用硬啊，上到你慢慢老咧牙齒又開始會變咧，所以我就開始用咧只構想。現在會上到特別爸爸媽媽有押韻嘛，後面就開始會 M 啊，是 M 裡頭啊，因為來時來鳥啊，媽媽當然都是都鳥啊。從喺嗰個當中面問題其實你講很悠久啊，有幾在之前啊，我爸爸媽媽唔會變年紀啊，佢過咗一陣係。嘅成績都蠻死黨，後面是反正好搞嘛，是我會做邊轉來，冇誰做，後面其實啱啱啲佢厲害啊，佢就不考不過啊，體驗就應該是考到推台啊，佢係讀商校嘅，問題其實要跳腦啊，啱啱咪講哦，你當聰明等於
滾的那年，足球那年打機唔係，本佢當時陣，佢啲機有幾厲害地方，所以其實唔係白機嚟的，所以我就同你都親近下到嘅數地本人。所以下不會下到這個老人家，像我爸爸媽媽就對老人家講，有好時間也是嘅冇強嘅，實實咯，覆水難上天。那啲，都有意思。對，牙齒緊翹是牙緊笨，講話漏風是最緊硬，就像農場吹板不可以見，吹好板來而不可以見。像一頭白，阿妹水母是屁股同係硬，就講係薄木水抗氣抗電，又講係臭臭丟丟渣細細線。主要肌肉是俏綿綿，像啊薄逼逼的反而落天是笑連連。啊，因為來勢來鳥，歐洲溫順，觸風旁天，佢話同係鬥勢鬥鳥，同係三副五神社都將將冇出現。啊，要反過來嚇，反正啊要研究這事情有意見，佢哋係要靜要巧，係咪會出頭天？對人冇博啊，態勢上要發現。人講繞嘅恩情太高天，有好4、3年時間冇幾多年，實實咯，覆水是難上天。好，好，你聽我愛拖咧，愛要看兩條黏繞。我印象最深刻是上最新的，其實係兩條黏繞嘅，兩條黏繞，兩條細，兩條繞嘅最尾一句，覆水難上天。真是，為什麼呢？用英講啲嘛，來到泰國的分享一下，因為俺媽媽喊出嚟時間，俺特別談起講兩句話。相信你老佢又嘛解互通嘅世界，係講你講嘛解曉，因為佢對於你懂學生意嘛，係講相信媽媽爸爸喺你做嘛解時間，你好後生嘛，啊等一下啦，好等一下，就是你會覺得很抗拒。然後結果其實會講，他會有意思的講，只是覆水難上天。對，像我爸媽是，我要盡力同我細個時，我同我爸爸媽媽當家，發現意外事咧，就睇戲啦，就睇隻冇奈何，我自家3個細，我唔就邊一邊幼師兒童裡頭，我是投入表態，我是本來要當上班嘅，我是同我伴樣講，我講我盡力照顧細個裡頭，我教佢自家客家話，有剩餘價值啦，我是想自家教自家細個裡頭，所以沒想到到台上啲啊。來，覆水難上天。我點解當到時候他媽想到爸爸媽媽的事情，特別是些事情呢？佢講三伏下到負擔是唔會碌碌卜卜。特別我們行業咧，先是前陣輪作啊，我媽咪講三伏下落來有冇碌碌卜卜啦？但係三伏作下來，處處會叫鬼團啊，佢咪講。來，我從撈春來，三伏撈春是唔會樣樣熟悉，我都未想當到，反正出張嘴，反正我當到想啊媽媽特別同我講嘅話嚟嘅，我就咁樣，像我成日因為成日跳木竹細細上去水啊，我成日啱嘅條木竹細細上去水，人業是木竹係，見大黑錢見白嘴，鬼神要小事不當來，做到叮當是碰人水。忙啲阿妹做小事難得來，弄半期待，結果嚴通小事會在啊，自家將來唔是人高在，目前工人是不人看衰啊，可能是實面盆流水是上面接上來，所以2分鐘頭來又都冇水。其實講的是特別媽媽會講啊，自家人生的自家顧啊，冇人過罪啊，冇錢工人不人看衰啊，對，反正基本講來都有法，但是我前面會用。套了一些這個難事的地方，係會下出來。所以吼，今日其實東方伊做啲繞牆道，你解泰國呢度節目啲讀啦，大家都分享，意思是係嘛解的。雖然講你係一本念繞解書，大家繞讀當神奇，然後咧當有壓潤，不過大家繞讀有佢背後嘅故事，就係佢心中嘅歷程，佢人生嘅歷練，所以對大家來講。大家都娘對，你要懂要強面，所以我娘起解事，我就嘛按好娘，因為我嘛懂要強面。特別講到爸爸媽媽倆一團，倆是你客家嘅爸爸媽媽愛聲音嘅放心，你冇做啥不做到碌碌卜卜，倆自己都係放心。不過倆表現嘛嘅，其實倆係啲對你嘅慣性愛撈搞肉，所以吼講到倆下吼，大家真是拜託。你而是賣書啊嘛解，其實到倆為做啲只是偷偷動神奇嘅客家話，點會當翻去也當時冇來泰國做啲邏輯節目地圖，當到你當到嘅故事蠻講聽，你咋個做白事嘅，你咋個攞一百，你咋到其他下集嘅故事下擺來講。好啊，看呢好，有冇安排下先？做得，感謝來泰國。好，邀請你所有嘅鄉親朋友嚟聽你嚟做認同咧。
เรา將大家來到福氣來嚟嘅民俗慶祝，還有聽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，還有老兩個影片慶祝分享出去俾大家哦。